另外来关心的是，伫云林水南乡呢，是有老大人在厝顶互吹走去，规暝拢无困。消费处表示讲，因应这风台呢，是有设2大的避难收容所，目前也阁有10外户弱势的个案是需要人来甲倒修理厝。 今日去厝内面，厝中因为风伤头，规个头壳变过去，造成木材从风的天棚落落来，甲客厅的桌椅啊、电器用品拢跌掉。初7半暝1点外，云林水南乡家己一个人大的10大人的徛家，厝顶互风台头壳飞起，目前无法度大。都纸拼落来啊！啊，规个都拢掀啊，拢掀的，啊飞几啊，我是有看飞啊白苍苍啊。我们公所这边及县府会全力帮助这些乡亲。 进行那个安迁救助计划的，以及启动双 B 计划，来协助这些弱势家庭。水南乡公所讲，迄当阵接到通报，就随派人过去斗3工，而且联络老大人的厝内人来做移亲安置。根据云林县政府社会处的统计，这摆风台云林山海线开3个所在的避难收容所，已风撤离安置56个人，风台过后嘛拢登去厝啊。我们在昨天呢，也全面的积极的启动，请公所的部分能够就是全面清查盘点我们相关的这些弱势家户，是不是有房屋需要修缮的情形，特别是像刚刚提到，就可能像屋顶被掀开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呢。另外，差不多有10外户的弱势个案，正需要较紧修理厝。经过评估，会启动一个人大的老大人，也是弱势家户风寒风妖相比计划救助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